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，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，无苦集灭道，无智亦无得，以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盘。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，即说咒曰：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诃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一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归亲，灵宝即如灵山地，莲花印证考三圣。若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圆挂圣号，等待十字点神兵。云雷震开雾即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今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莲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垂意现，收圆显化在古东。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本源古册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垠山前对河童。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。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耳点铁化成金。每日自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勤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练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。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。八大金刚来护法，是为菩萨救众生。金陵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。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年红华
各驾祥云气腾空，十方天兵护国驾，保佑弥勒气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。吾皇敕令记下身，收服蓝颜归正宗。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。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孽行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眼太保阿弥陀佛。10叩，1叩，再叩3叩，4叩5叩，6叩7叩，8叩9叩，10叩手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2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归亲，灵宝齐如灵山地，拈花印证考真圣。若在中原三清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圆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。云雷震开雾集图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母，9年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垂义县，收圆显化在古东。南北2极连中续，混言古册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垠山前对合同。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气超生。自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点化成金。每日自心常持念，3灾8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练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光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。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。8大金刚来护法，4位菩萨救众生。紧领36云将，500灵官紧随跟。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铜华显神通。择其照其遮日夜，头顶身罗七宝星。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。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气腾空。十方天兵护国驾，保佑弥勒
受弥勒救苦真经第3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归亲，灵宝齐如灵山地，眼花印正好三圣。若在中原三清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圆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。云雷震开雾其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母，9年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垂意现，周圆显化在古东。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混言五策在中央。老母降下真通天窍，无垠山前对河童。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执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气超生。自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。每日自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修听邪人不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光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。救苦天尊来救世，经典文部接地神。八大金刚来护法，是为菩萨救众生。秦岭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。不住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莲红华显神通。择其照其遮日夜，头顶身罗七宝星。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。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气腾空。十方天兵护国驾，保佑弥勒气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。吾皇敕令即下生，收服蓝颜归正中。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持念1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。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。修持劫念行度尽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眼太保，阿弥陀佛。时空一空再空3空4空5空6空7空8空9空10空手。爱想其无诵经回向文，弟子信
今世姓李，请各报自己姓名。一直在查姓理，于洪之庭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功转成，公转成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新冠肺炎疫情，回向于新冠肺炎疫情，回向于有情众生无形大德，回向于有情众生无形大德，恳叩请辞，恳叩请辞，诸天仙佛菩萨，诸天仙佛菩萨，慈悲波转，慈悲波转，将此疫情降到最低，不再扩散，将此疫情降到最低，不再扩散，祈求战争止息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保佑众生，保佑众生，万物生命安全，万物生命安全，是所自导，是所自导，圣慈昭格采纳，任慈昭格采纳。忏悔文，忏悔文，我习所造诸恶业，我习所造诸恶业，皆由无始贪嗔痴，皆由无始贪嗔痴，从身口意之所生，从身口意之所生，一切我今皆忏悔。一切我今皆忏悔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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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好，感谢天师德，感谢你们师，各位前贤大德，后学今天到操持。就感恩领的慈悲，感恩后前的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，各位点传师，各位领的，各位护领的，各位组长，各位团长，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，大家晚安，再见再见，晚安，拜拜，师拜拜。再见哦。再见。